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9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国内增加3例境外病例，拢是印尼移工。指挥中心已经暂停北京印尼移工中人公司的业务。有风声讲，英国真紧就会核准使用辉瑞的疫苗，第一批上紧12月初7就会开始做。美国有新的负责人使用消炎的药了后，囡仔出问题。台湾是由4明年的开会讨论相关规定。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国内疫情。今仔日咱国内增加3例带病入境的新冠肺炎病例，拢是对印尼来的移工。因为印尼移工的确诊人数多，指挥中心已经暂停北京印尼移工中人公司的业务。另外，12月初1也就是后日开始实施的秋冬防疫专案，指挥中心强调讲，但是发现旅客入境的检疫报告是假，相当会罚15万。国内新冠肺炎，搁再增加3例境外移入，拢是印尼籍移工。案例650、652是30到40岁女性移工，在月14来台湾工作，入境到即阵无症状，一直到14天检疫期间进行采检才确诊。案例651是20多岁女性移工，也是14来台湾工作，集中检疫期间捌出现皮无味，不过并无肺部，也是检疫期间进行采检才确诊。有这3个人是同一天坐同一班机来台湾，其中2个人有 PCR 核酸检验阴性证明。指挥中心研判，真可能是潜伏期，也是感染后期才验不出来。他可能发病了一段时间，就是属于阴阳的一个过程的时候。那他第一次在当地验不出来，可是后来在台湾验出来。最近印尼外籍移工确诊个案增加，尤其是印尼3天内底就增加24例。指挥中心宣布已经暂停北京印尼人力中介公司中介移工来台，也甲劳动部随时检讨移工政策。22月初1开始要实施的秋冬防疫专案，所有旅客入境时拢必须检附3天内底核酸检验阴性报告。若发现报告造假，相当会罚15万。如果有民众知道谁是做就是造假的，欢迎检举哦。我们这边当然就是会针对这些人来做调查，依传染病防治法第58条，这个1到15万元。指挥中心强调，秋冬专案实施了后，会对收来证明文件内底查出造假范例，归纳了后就发度来辨识，也欢迎民众检举。而海外确诊的民众必须依照当地国家的隔离做法，若是病情严重的，也影响指挥中心来专案申请，坐医疗专机返来台湾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人伫咧国外，也是有亲戚朋友、主编咧返来台湾的观众朋友爱注意咯。对12月初1，也就是后礼拜2开始，所有入境台湾的旅客拢要交3天内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不过有专家就烦恼讲，大家国家的检验标准是无相同，但是无更加严格的规范，台湾辛苦拼落来防疫环境，恐惊会出现缺陷。透早5点，为美国洛杉矶登来台湾的班机用要客满，因为为下个月初1开始，部分本国籍甲外国籍的旅客入境的时阵，拢要有3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未少住伫海外民众，特别赶伫新政策上路进前，赶登来台湾。我们也本来是12月以后才回来，可是我们必须要回来，所以还是提前。我提早是因为不是说怕检查，是因为在洛杉矶检查它是1到3天，你不确定你是不是在72个小时之内会不会拿到报告，万一没拿到报告你就上不了飞机。因为国际新冠肺炎疫情是滚加未煞，最近也真侪印尼籍的移工摕3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入境，说有关是确诊。有专家表示，检验报告仅能做参考，因为目前世界各国 PCR 核酸检测阳性的 CT 值标准无同款，坐飞机的过程也可能去会到，所以建议旅客落飞机入境进前，伫机场全面实施普筛。不太可能让旅客在机场等候8到24小时，所以其实我们应该适度的引用这些经过 FDA 或欧盟认证的这些试剂，在机场可能要1个小时的时间快速检验。专家强调，国内已经批准真一间新冠疫苗快筛试剂，政府应该善加利用，要防止国内防疫出现空棚，都要靠台湾家己采检，扩充检验量能，甚至要求所有居家检疫的人，14天检疫期满进前，各采检1摆，将全面放行，用找出无症状感染者降低社区传播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11月中，行政院经发言人丁仪明讲，牛肉面冠军的业者使用有正肉精的牛肉，引起风波，事后已经清洗啊。不过，台北市议员搁发丁仪明涉嫌散布假消息，违反食安法。今仔日下晡，丁仪明去警局说明案情。接受2点钟的讯问了后，丁仪明离开警局，无对媒体加讲啥。丁仪明伫11月中讲，台北市牛肉面节冠军的业者有用正肉精的牛肉，业者是提出证明来驳回。但有市议员搁发丁仪明散布假消息，今仔日下晡伊已经去警局说明案情。台湾甲美国的互动哪来哪济，加上美中甲台海关系拢真紧张，川普近来卖真济军事武器予台湾。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刘英杰表示，台湾今年是美国军售上大的客户，而且佮讲明年还有一批52亿美金的武器要卖予台湾。不过，佮风波是否认这则消息。因为中共军机继续扰台，甲美中关系紧张，美国川普政府任内10度对台军售，协助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御能力。AIT 处长雷英杰日北伫一场学术研讨会表示，2020年台湾是公认的美国对外军售上大客户。佮较表示，明年还佫有一笔52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已经通知国会。有关武器装备军备的筹建，都是秉持国防自主的原则以及外购的需求，依照建军规划来执行，以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以及维护区域和平的稳定。美国今年对台5摆军售，包括卖予台湾 MK-48鱼雷、爱国者3型飞弹、换零组件、海马斯多管火箭等飞弹系统、参汽车飞弹防御系统等。学者认为，美国是依照《台湾关系法》甲6项保障，依约对台湾稳定军售。美国就是按照《台湾关系法》里面相关的规定，提供台湾防御性的武器。政府的这个总预算成长的幅度是有限的，所以台湾也应该有一个比较长程的国防投资。对雷英杰讲到，美国两党的共识都是遵循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向台湾提供军售。强调这个趋势也会在未来新政府上任了后看到。对此，学者表示，美国对台军售，美国拢是经过审慎的评估，甲各方面考量台湾的需求，才会同意卖予咱。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下晡，嘉义太保一间生产办公桌椅的工厂直到火烧，现场冒烟散雾，火道甲真严，消防队出动几落的分队去抢救。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规间厂房都火烧，阁有乌烟直直冲出来。消防队接到通报了后，赶去抢救。这座工厂是咧做办公桌椅的，大约有6000平。好佳在，因为今仔日是休困日，无人上班，无人受伤。因为怎样会传出火的原因要咧调查。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民众拢伫国内佚佗。台南市市立美术馆二馆，这个拜六礼拜有摆大甲音乐节的活动。不过美术馆二馆本身就伫台南的中西区，是台南的市中心。昨一困头就上5万外人来行打，造成4颗列大塞车。台南市府今仔日赶紧调整路线。这个看起拢是游客应行的所在，拢是人，大家只好慢慢行。本来就是热门拍卡景点的台南美术馆二馆，这个拜六因为同时举办市集活动甲2场音乐节，结果敢若礼拜这天就来了超过5万人次的游客，所以互周边的交通是大拍卡，拢袂顶袂当。因为这次出来的摊位都是一时之选。几乎是平常不出摊的都来了哦，所以他们的吸引力很高。那当然可能因为一些疫情的关系，大家不出国哦，所以这活动就吸引人。其实昨天就南美馆的讲法，他觉得我们的人数超过他们单日最高流量4万人。这侪人若互交通袂顶袂当，连美术馆的查站道也拢打个破去，赶紧用查帮先甲铺起来。台南市政府离到赶紧来调整缩减表演的所在，互市集的单位踩伫市场边，根据关路局有估，离到游客人次永远会超过1万人。昨天不敢进来，所以现在昨天为什么不敢进来？因为太多人了，因为我们有小宝宝啦，所以就是比较不方便一点。听说这边有很多市集，然后就是有歌手在表演，就是人很多，寸步难行。当地民众表示，台南已经连续几礼拜六4个拢是观光客，平常10几分钟车程的路，假日可能爱开1点钟。疫情期间，国内旅游爆发，虽然为各地带来袂少的观光财，不过也可能为当地民众带来环境甲交通者困扰。记者综合报道。
唔知影有一过台北捷运的观众朋友敢有注意到这款设施？为着民众的安全，有一寡捷运站的便所有按算时间的装置。若是有人超过15分钟无出来，站务人员就会来关心看敢有需要打3工。若是超过30分钟，警报器就会弹。不过有一寡心众朋友就认为讲，因咧使用本来就要用较久，警报器对因来讲是一种压力。为台北捷运便所门下口的显示灯，应清楚看到，确实是倒青灯表示便所无人用。若是倒红灯表示便所正在使用中，而且还过侦测使用时间。若是有人伫便所超过15分钟，可能就会站务人员来关心；超过30分钟，警报对响。像心肌梗塞是一下子的事情，关心比较好。我上厕所喜欢轻松的上，不喜欢被赶。15分钟就会有些人会比较紧张，就是怕会有便秘。台北捷运的便所是为2012年开始陆续试办限时措施，目前全线131站，其中54站的公厕全部或者是部分拢有限时装置。若是留伫便所的时间超过30分钟，警报器就会响。站务员就会去关心民众是不是需要协助，确保因的安全。不过，身心障碍团体就认为，新众朋友去便所的时间本来就会较长，拢会超过15分钟。那警报器大响，反倒会惊到新众朋友造成压力。我们有时候进去里头要倒尿，甚至于我们要脱裤子、穿裤子都花很长的时间。我有一次连续被下2次，如果可以的话，你用对讲机的方式，超过几分钟，我们来关心一下，这样或许还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困扰。北捷表示，北捷的站务人员甲清洁人员拢会注意乘客去便所的时间，原则上超过15分钟，就可能通报站长派人关心，用意是伫适时协助民众确保安全。不过根据统计，真少有人占用超过30分钟，警报响起来。目前无限时做法的高雄捷运是表示，北捷做法对治安甲协助行动无方便人拢有帮助，会研究是毋是会对咧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会当控制新冠病毒的疫苗，大家拢在等。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英国可能真紧着核准使用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生技公司做伙研发的预防剂，第一批上紧12月初7就会开始做。若是照这个时程行落去，英国就是头一个使用新冠预防针的西方国家。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对43000多人所进行的大规模第3阶段临床试验，证实疫苗95%有效，而且无重大安全问题。英国当局订买4000万份这款两剂式的疫苗，并且下令药品甲医疗产品监管署加速审核。相关政府官员的消息指出，一旦疫苗得到授权上市，几点钟内底就使马上来进行运送。头一批疫苗上紧会在12月初7来注射。而相关的程序也是用在古丁大学甲阿斯特捷利康药厂所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中省政府总共对7个无同的来源采买3亿5500万剂疫苗。古丁甲阿斯特捷利康就占其中的1亿剂。另外一方面，中省政府2日任命商业部处长张克维担任新设立的疫苗部长，负责监督疫苗分配工作。英国公共卫生部公布清单，住伫养老院的老人也有工作人员会被列做头一批注射对象。80岁以上甲国家健保服务的医疗人员是第2批，75岁以上的老人列做第3阶段。除此以外，因为防疫地处大封锁，民众减少出外，加上冬天日头不足的问题，公共卫生部宣布，明年预计会对英格兰250万人发放4个月份免费的卫生素滴。同时建议民众对10月起到3月初，每天爱食12克的卫生素滴，特别是无定出外的老人，也佫有皮肤色较深的族群。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新一波新冠疫情要继续咧拖，今仔日一天就增加115例，所以港府就宣布讲，全香港的幼稚园甲中小学对12月初7开始停止去学校由老师面对面上课。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因为瓜埔群组的事件病毒一直摊开，疫情继续恶化，而到新增确诊来到115例，创下新一波疫情以来上悬纪录。港府立告强调，因为疫情严重，教育局要求全港幼稚园甲中小学后礼拜3 12月初2开始停止面授课程，停止时间到圣誕假期了後。咁有62宗係跳舞群組嘅個案啦。
咁另外仲有24宗咧係未有即係暫時揾唔到關聯嘅個案咯。咁跳舞群組嘅個案咧，加埋之前啲個案咧，就大概有479宗。香港勞工局有計3日發出公告，強制要求所有安老甲殘疾人士的院舍職員在16月14前進行新冠病毒檢測，無遵守嘅人將被辦罰甚至監禁。If they are required to do the COVID-19 test, if they don't, violating the regulations, they will have a penalty. Each one will be 2,000. And if they will be also given an order to do it within a given number of days, and if they don't, the penalty will be even more severe. It will be like $25,000 penalty and also imprisonment. 香港原本只有国小1年到3年参已經停課的幼稚園暫停面授課程到16月7日，因為疫情有相關的現象，港府是連續做出緊急處置動作。記者綜合報道。轉來關心國人的身體健康，進前美國有幾多個有新的負責人用一寡消炎的藥了後，出現腹肚底囡仔腰子有問題、生水量減少等等的情形。咱台灣目前的規定，有新滿30禮拜是無建議使用迄寡消炎的藥啊。咱的食藥署相信明年初會開會，看敢是要甲規定定好，更較嚴格。有新的婦女真辛苦，若是無細膩破病用藥嘛是要真注意。進前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發布用藥警示表示，有新的婦人在使用阿司匹林也有布洛芬這非類固醇消炎藥了後，發生胎兒有腰子無正常、水皮降低這不良的通報。胎兒在20到30周的時候，他腎臟還沒有完全發育得好，所以他非常敏感。那吃了這些藥之後，這個身體裡面，尤其在腎臟部分，他的前列腺代謝不正常，那他就血管收縮，血小板凝固起來，那這種不平衡現象就會使得腎功能下降。醫師表示，親像阿司匹林甲布洛芬這非類固醇的消炎藥，大部分用來緩解發炎、痛痛這症狀，是常常看到的止痛藥啊。若是有新高血壓、高危險群的女性，也應在有新14禮拜進前，可以加劑量阿司匹林減少發生率。不過，根據美國 FDA 統計，到2017年7月，全美總共35個有新的婦人使用非類固醇消炎藥了後，胎兒出現真少款，不過嚴重的腰子問題，導致胎兒周圍的水皮降低。要某一寡個案，敢若食藥48點鐘，將互檢出水皮降低。不過，這要停藥3天到6天就使恢復。有時美國佇個進前發布警訊，建議甲即陣封單註明有新30禮拜以上的婦人，避免使用的規定下修到20禮拜。目前是沒有類似相關的通報，先用資訊的方式通知各醫學會有這樣一個風險。我們明年初專家會議之後討論看看，說是不是真的有這個需要性來做這樣一個調整。食藥署表示，台灣這個藥的封單，即陣依然是有新滿30禮拜無建議使用。不過最近已經甲相關資訊公布佇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相近在明年初召開專家會議，討論是不是要甲美國同款修改這個封單，甲有新30禮拜改做20禮拜。記者綜合報道。屏東墾丁後壁湖邊發現3隻死亡海龜，初步研判，這3隻攏是保育類的石龜，目前還在釐清死因。根據統計，今年到目前為止已經執行24件海龜救援案件，不過不幸敢若救活2隻爾。海龜泡在河邊，海巡人員趕緊處理。屏東墾丁後壁湖地區禮拜一到接到民眾的通報，陸續發現3隻死亡的海龜。經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研判為保育類綠蠵龜，評估後，其中1隻海龜4肢嚴重腐爛，就地掩埋。另2隻由海生館代為解剖研究死因。最近一直傳出海龜靠打死亡案件，甘拿南部分署第6防巡隊今年已經執行24件海龜救援，其中26隻死亡，2隻活下來。有學者認為，最近案件主要是跟氣候變化有關係。最近你看到比較多的話，真的是因為氣候變化，有時候一天氣溫28度，第二天就23度，就會很多就會受不了。龜如果會爬上來的話，通常都是在外頭已經生病，民眾意識比較強，然後再加上現在已經有適當的通報機制。
学者点出，气候变化大，较会致使海龟死亡扩大，而且相关单位的处理，甲民间海洋保育观念抬头，所以通报案件确实有提升。除了这之外，海巡署也呼吁，唔通乱弹废弃物，才会当降低海洋生物无细力去食到机会。若讲发现海龟也是海洋海底扩大，也希望会当赶紧通报。记者综合报道。生活宝贝啊，来看新科技。新冠肺炎的疫情，甲全世界物价乱炒炒，医疗人员逐工拢在无用采检。即马有病院研发出自动的片仔甲拿后的采检机器人，毋但采检的速度紧，对医疗人员来讲嘛，更较安全。医疗人员规身躯包安安，准备替民众做筛检。虽然丰富的工课拢有做，暗可需要近距离接触受感染的人，提悬感染的风险。新店有病院甲科技公司合作，全程研发出全台湾第一台自动采检机器人，唔但安全，更快速。真的不会痛，对，但是就是会有异物进到鼻子里面的感觉，这样子。从这个下鼻道，进入这个鼻腔里面，那这个一般来讲会比较舒适一点点，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是1分比较不舒服，10分是最不舒服，那大概我们用机器人裁剪，大概平均是2点多分。会使看到机器手骨甲名机精准地侵入去民众的鼻腔内，医生指出，透过科技来减少医护人员开第一采检的体力甲时间，对因第一线的同仁来讲，帮助真大。发现用机器人裁剪，不仅可以减少暴露的风险，那也可以增加一点病患的一个舒适度哈。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把我们原本用在脑部手术这种精密的导航的设计拿来用在鼻咽裁剪，所以它利用了机器视觉，还利用了一些 AI 的技术，它可以去知道你的脸部的位置，去辨识你鼻孔的位置，还有我们去帮你去量测你鼻子到耳朵的距离。这台自动采检机器人已经在10月底完成临床试验，目前全球第2波疫情就要翻头摊，未来有机会唔但在病院会当使用，嘛希望通在机场发挥功能，合作医护人员进行大量的采检。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再来看另外一项新科技，应该真侪观众朋友捌拄到注射抽血时，医护人员找无血管，心惊胆怯经验。即马工研院甲经济部合作，成立全台湾头一座生医产业下领域整合的实验中心，研发出一项技术会当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唔但这项尔，佫有啥物新科技，咱做伙来看卖。用红外线技术，患者的血路看现。医护人员无论是要注射还是抽血，唔免阁惊找无血管。肥胖的或者是小孩子血管太细的，这时候呢，我们这一种技术呢有特别的帮助。红色是静脉。红色的静脉，我们靠这近红外的波长打出去，它吸收越多的时候呢，它就会越鲜红。还有这3D 目镜，医生挂咧，只需要目睭进来荧幕。会使完成内视镜手术，那会使减少手术的时间，佫会使提升品质。为要提升台湾生医产业，经济部参工业技术研究院在工研院内底拍造全台湾第一座的智慧医疗实验手药。在这里，我们有跟医院合作，跟很多临床的医师合作，马上可以提供很多使用上、临床上医生的快速的回馈。我们可以在术前就做好病灶的严重程度，然后做好手术的规划。那在医师手术的时候，可以提醒他，你手术哪里是安全范围，哪里是你必须切除，哪里是不能碰的。今年因为疫情冲击，再加上5G、AI、人工智慧快速发展，生医产业也不断追求创新。工研院表示，台湾有高水准的医疗服务甲研发能力，相信这个手药未来会使开创更加好的医疗效果甲生活品质。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明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加上北海岸、台湾东北部，搁有大台北地区的山区会落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会有短暂雨。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17度到25度。中部地区是18度到28度，南部地区是20度到28度，
中部地区是18度到24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13度到24度。新闻的最后，带您来澳洲看骑鹅的细只囝。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